来看一阵正离奇的意外，这桃园龟山有一大工业区附近有一个高压电塔，这顶头的电缆线呢，昨有一个查甫人吊伫顶头，明显死亡。台电含消防警官今早起爬起来，把这尸体送落来。检警调查，这死者是泰国籍合法的移工，这死亡原因佫需要调查。伫桃园龟山一个工业区的附近，离涂骹差不多60公尺的高压电缆顶悬，远远看过去，敢若挂一个物件伫遐。民众用吊镜去看，竟然是一个查甫人，已经明显死亡。有那个望远镜，他们把它一放大看，是人。这个命案是发生在初六下晡，警消知影了后，随通报台电，因为案发的地点离涂骹差不多60公尺，大约有20站楼悬，考虑到作业的安全，决定初7日透早进行运送任务。本分队接获派出所报案，龟山区有一名民众吊挂于台电高压变电所上，身份将由警方调查。初7日透早，伫确认断电了后，消防特殊人员伫台电人员的帮助之下，顺利爬起高压电塔，借台电专业工具的辅助，半点钟了后，总算是接触到挂伫遐的查甫人。到固定了后，佫开一挂功夫，总算顺利把死者运送落来。你出去以后，完全是悬空在外面的。那第一个就是高度的风险，第二个就是要克服同仁心理的恐惧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患者吊在那边，他非常的不稳定。那不稳定以后，所以我们靠近他的时候，一个没处理好，他就可能变自由落体掉下来。检警调查，死者是一个壮年的泰籍合法移工，本地是伫高雄在做工课，到初2联络袂到伊，初5是透过中南部警察找伊，落尾伊说已经发生危险的代志。死者到底是安怎会挂伫空中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检警会做验尸，较紧来厘清死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